哎，歹势歹势歹势！哇，迟到大王，这阵几点了？你马路来？这摆有啥物借口啊？迄个 ATM 机歹了是无？还是迄个你着拍抢？哇，哎，你这摆个真高咧，猜对了一半，真的是拍抢啊！拍抢？哎，看者，你有代志无？哎呀，莫乱摇啦，我无代志啊。无代志？哎呀，我甲你讲，其实吼是拜到我头前个老嘛，互人拍抢啊。你骑驴的时阵吼，伊会对一个凸出来，哇，伊啊伸手去夹咯，满哪知后尾两个查甫人冲出来，甲伊驴抢上去咧。安尼凶啊！哎，迄个阿嬷有代志无你目睭金金看，伊即款就拍抢，你无去斗相共咩？哎呦，刘小平，你头一工捌我定你是爱斗骹手伊吗？但是咧，我无出手的时阵吼，已经有一大班子冲起来，哇，抓一抓，拍一拍。做解两个查甫人吼，真惊咧，累唔卖了，走出去了。哦，所以讲咧，这查某人咧，就上到这个，哈，往来，什么？唔是好食的果子啦。哈，往来真好食吗？你无做干咩？这边当然讲的唔是什么往来按牡丹，还是榴莲哦，唔是好食的果子咧。这边讲的迄个食咧，是食人的食。欺负人的食，嘿嘿，这是讲这个刘小平啊。虽然是一个斯斯文文的水查某，哈，但是哦，唔当有代志发生哦。一旦代志若发生大条哦，哈哈，刘小平啊，马上变做另外一个人，变做一个赤查某哦，来甲你斗拼到互你倒为止，哈哈哈哈。刘小平唔是一个好食的果子啊！所以讲咧，这款查甫人咧，千万吼，会使得罪了这个小人，但是咧，袂使得罪了查某人哦。你是讲你家己？你是查甫人？嘿，林正全，你